强，其他国家就唔敢来侵犯，甚至进一步将较早或者其他国家占据这土地，渐渐来收回。这是第一方面，伊伫军事上来发展国家的一个溃力。另外一方面，亚罗波安这个王，伊也伫商业伫经济方面真用心来咧经营，所以整个北国以色列伫伊执政的时，经济哪来哪好，哪来哪富裕。所以若用人的眼光，用当时百姓的眼光来看，伊的政绩应该是袂歹应该是互当时的人真有感毋是无感的执政伫表面上看起来袂歹，真袂歹的这个情形下面，先知何西阿伊看到伫这个背后有几个真严重的问题当咧产生，所以伊真勇敢来讲出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国家的溃力，无论伫经济、伫军事的溃力哪强的时，对国王到下骹的百姓，因有一个心态，因就要瓦靠因国家的溃力，瓦靠因国家这经济真好的溃力，袂记得真正爱瓦靠的是上帝。当个国家哪来哪富裕，哪来哪太平的时，因煞来离开上帝。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内面有讲到，因甚至去拜迦南地的偶像。咱大家读的经文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做巴力，巴力是当时迦南地区真流行的一个神明。伫国家太平、国家哪来哪繁荣的时，以色列百姓煞来离开上帝，去拜其他的神明。何西阿知影，这对整个以色列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互因伫道德、伫人性的方面，哪来哪败坏，哪来哪对立，哪来哪互上帝无欢喜。国家当时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看起来经济那像真好，总是有一个现象来发生，就是好野的人，检查哪来哪好野，总是有缘，也佫有真大部分的人是伫真丧乡、真需要帮助，总是无人帮助的这个情景内面。用咱今日的话来讲，就是讲贫富差距哪来哪大，丧乡和好野的迄个距离哪差哪济，这敢会造成社会问题？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问题袂？会造成社会真大的问题。这嘛和无偌久了后，北国以色列受毁灭有真直接的关系。北国以色列才是伫30-40天，伫咱今日看的经文了后30-40天就来受毁灭。我想这就是何西阿这先知，伊一般人看起来真好，而且情景下面，伊知影国家其实有真严重的问题在发生，需要被改变。先知何西阿伊伫国家这真关键的时，伊真勇敢来讲这个问题，伊爱百姓认做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伊讲，若无安尼，咱的国家其实非常的危险，将来咱的国家会拄到灭亡。咱会当想象，当众人拢感觉咱的国家袂歹，咱的生活真好用咱的话讲，拢自我感觉良好的时，感觉家己非常好，生活过了真好的时，先知何西阿讲，恁着悔改，若无上帝要甲咱处罚，若无咱的国家会拄到灭亡。伊讲这个话，敢会受到人的欢迎？当时的人应该是袂爱听讲你拢乌牙嘴，拢学袂讲，咱整国家明明就袂歹，哪会讲安尼？何西阿伫这款的环境内面，拄到真大的困难，拄到真大的挑战。当时咱看圣经的记载，先知何西阿伊无因为安尼，就无来讲真正的话，嘛无因为安尼，就来惊吓，来放弃应该做的代志。伊有缘真忠心、真忠实，将上帝交代伊爱讲的话来这百姓来讲。接下来咱就要通过咱拄则所读何西阿书第11章这个经文，咱要分做4段4个部分，咱做伙来思考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还是讲上帝对咱每一位属伫伊的囝儿，迄款的疼是啥物款的疼？咱也要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互咱家己会当无离开上帝的祝福，无离开上帝的引带。咱第4要来看咱今日经文的第一段，也就是11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4节的部分。上帝伫这段经文内面，爱以色列百姓通去回想上帝伊是安怎用伊的大权能，用伊的手，
因带以色列百姓因的祖先离开埃及，这个做奴隶，这个无自由的所在，佮一步一步因带因来到受祝福的迦南地。伫咱的经文内底，上帝有特别讲，伫第1节，伊讲以色列做囡仔的时，我听伊；以色列做囡仔的时，我听伊。咱咧看是咱可能感觉看无啥有以色列做囡仔是啥物意思？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囡仔是啥物意思？我毋知咱若讲到囡仔的时，咱会想到啥物？囡仔毋捌代志，囡仔无气力，真软弱。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上帝请以色列这个民族，毋是因为因是一个真大的民族，真有气力的民族。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其实因也真微细，也个真软弱，真软正。上帝是因为纪念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用伊无条件的听来听以色列百姓。绝对毋是因为因人真济，因真巧，因真有气力，才来拣选因。我想通过安尼的经文，咱若转来看咱家己的性命，看咱家己的信仰，咱会当带心真济人来认捌上帝，带心真济人来成做上帝的囝儿。敢是因为咱比别人较敖，比别人较好？我想嘛毋是，咱并无比别人较敖，并无比别人较有资格通成做上帝的囝儿。咱会当认捌上帝，会当成做上帝所祝福、上帝所听的囝儿，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出自上帝对咱无条件的听。上帝伫这段经文内底，伊也搁讲，接续的经文内底，咱等下做伙来看。伊毋那是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个所在内底，伊搁若亲像一个老爸共款，抱这个以色列这个细汉囡仔。教伊来行路，牵伊的手。伫咱的经文的第3节，伊讲：我教以法莲而行，牵伊的手。咱台语圣经用以法莲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以法莲本来是一个支派的名，总是咱通常会用伊来代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我教以法莲而行，牵伊的手。咱亲像一个老爸，咱能想象，咱亲像一个老爸，带着伊真细汉的囝。带着伊的手在学行路，这个情景。我的后生大好1岁半，无偌久进前，这个阶段都在学行路，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时，真会当体会，什么是上帝牵以色列的手在学行路这款的心情，会当体会上帝迄款真用心在照顾、用心在保护以色列这个民族迄款的心情。我想咱转来到咱家己的信仰的立场来看。上帝嘛，那亲像这段经文咧讲的同款，伫咱的信仰的路程顶面，通过侪兄弟姊妹，通过侪信仰的同伴，那像咧牵咱、咧抱咱、咧陪伴咱行这个信仰的道路。互咱伫这信仰的道路顶面，会当渐渐来成长，渐渐来成熟。另外，上帝伫今日的经文第1段的第4节内面，伊嘛用一个真特别的方式来讲。伊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听，咱通做伙来看。伫咱的台语的圣经内面，伊的翻译是：我用智慧的说，甲仁爱的大牵因，智慧的说，甲仁爱的大，用说用大来咧形容上帝对以色列的听。上帝用说用大，这是咧讲什么话？说含大，伊的功用是咧创啥？讲咧绑物件咧束缚，咧绑一个物件，咧限制咧代表讲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教示。即句话咧讲，上帝伊对以色列百姓的听内面，其实有包含约束，包含管教伫内面。上帝对咱人，也是讲对以色列百姓的听，毋是迄种你做啥拢袂要紧，我拢答应你，迄种的溺爱，迄种的无限制的听。上帝听内面是有约束甲管教，上帝通过颁布伊的命令、伊的律法，互以色列百姓知影应该行的道路是甚物，互以色列百姓会当行伫上帝所祝福的道路顶面。捌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伊问讲：以色列百姓对上帝领受10条诫，这对因来讲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款的限制？
我毋知咱对这个问题敢有啥物款的想法？也是讲检测咱咧人传福音，要带人来认捌上帝，成做基督徒的这过程内面，现在人会用这个理由咧拒绝。伊讲我无爱成做基督徒，成做基督徒做无自由的，这项也袂当做，迄项也袂当做。我即安尼做快乐做自由，我要做啥就来做啥。无毋对，上帝互咱的改变，互咱的律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互咱真侪限制，互咱真侪拘束。总是我想，咱若对咱整个生命这整全的面向来看，其实上帝互咱这改变，互咱这约束，是一个真正的祝福，是互咱会通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某有人用一个例来咧讲这个问题，上帝互咱的改变到底是祝福还是限制？有人用一个例咧讲，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敢有看过菜瓜？丝瓜国语叫丝瓜菜瓜啦咱敢有摘过？有食过看过可能有啦摘过可能无我是庄脚囡仔，我细汉时拢会做爱家己摘一撮物件啦。菜瓜是现在咧摘的物件。咱们摘菜瓜和其他的冬瓜、西瓜有啥物无共？冬瓜和西瓜是拴伫涂骹拴伫伊个顶是拴伫涂骹。都是菜瓜无共，菜瓜要搭一个边互伊通拴起哩，伊袂使搭涂骹拴，若搭涂骹拴，有其他比如讲落叶啦，其他的虫会来甲伊夹，伊就无法度生了真好。要搭一个边互这菜瓜通拴起哩。总是菜瓜一开始种的是真细丛，伊要互伊会当起哩到这个边顶。通常会插一支锤啦，插一支竹竿互伊会当安尼用这个锤安尼蛇起哩蛇毋是蛇啦爬起哩爬起哩拴起哩啦但是咱知影菜瓜伊敢会乖乖家己拴起敢会吗？咱若真正栽过，咱就知通常是风一来就落落来也是讲小可较长了后伊就歪去啦所以咱咧摘菜瓜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动作，就是爱用一个扫小可甲焊的甲绑的，袂使绑伤硬但是袂使无绑小可甲绑的含这支锤绑做伙，可以当沿着沿着这支锤会当安尼拴起，拴到这个边顶。我想这个例咧人讲，上帝互咱的律法，上帝互咱的改变，就那亲像这个扫甲咱绑掉的同款。咱可能会感觉真大的束缚，真大的限制，咱无法度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总是若对咱整个的生命来看，这个限制、这个束缚对咱是一个祝福。若无这个上帝改变，无这个上帝律法，咱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咱可能就无法度到迄个边顶，咱就无法度得到真好的发展。上帝的那律法，上帝改变，就那像这个扫同款。甲咱枯掉的，互咱会当伫一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渐渐到上帝要爱咱去的所在。当有一日，这菜瓜已经大长到边仔顶的时，咱敢就搁甲拔扫到边仔顶，上帝就互咱自由。当咱生命已经成熟完全的时，上帝就互咱自由来发挥。伫迄个所在，是上帝爱咱去的所在，咱就当得到真好的成长，得到真好的结果，通来荣耀上帝。我想这个题通互咱会当来思考，上帝互咱的改变，上帝互咱的管教，其实是一款真正的祝福，一款真正的自由。这是第一段内面，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去回想，伫较早的日子，上帝安怎引带因的祖先，安怎用伊的恩典，用伊的祝福引带因离开埃及，再带因来到迦南地。伫第二段内面，第5节到第7节。上帝安尼继续安尼讲，伊毋若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来到迦南地，毋是安尼了后就无插因甲伊放的。上帝继续那亲像一个老爸同款，用伊的疼心，用伊的耐心去照顾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总是上帝伫第2段的经文内底咧讲，用这尔侪疼心，用这尔侪耐心去款待以色列百姓。总是以色列百姓最后。因的选择是甚么货？因敢有愿意归向上帝，敢有愿意专心倚靠上帝？在咱经文内底，
第5节甲咱讲，因为伊唔肯倒转，以色列百姓的选择是唔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用这么大的恩典，用这么大的疼款待因，总是这百姓唔肯归应上帝。所以上帝伫这段经文内底嘛，甲以色列百姓讲，因为恁的背逆，因为恁的唔肯倒转到我面前，恁需要为着恁的背逆来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因要搁一摆来失去自由。上帝本来已经将因对埃及这无自由的所在带出来到真自由的迦南地，总是因为因的背逆，因为因离开上帝。上帝讲，恁的民族、恁的国家要搁失去自由，要搁一摆互亚述这帝国来统治。咱就一开始有讲，这经文写了后，这背景了后30-40天。国家就来袂无，互亚述帝国来统治。我想这是以色列百姓因离开上帝、背弃上帝所付出一个真大的代价。大摆咧看圣经内面在记载，以色列百姓因为离开上帝，来失去上帝已经予因的祝福，受到上帝处罚，心内总是为着因感觉真无彩。因为因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上帝所特别祝福的一个民族。我想，若是因会当专心来跟对上帝，那安尼因一定会当久长来领受上帝祝福，也会当避免伫因的历史内面真侪不幸的这事件。不过咧读这段经文时，我嘛常常用安尼来自我反省，回头咧看家己的信仰的历程，看咱家己生命的过程。有当时咱嘛那亲像以色列百姓同款，咱嘛常常伫领受上帝祝福、领受上帝恩典了后，煞来袂记得上帝，袂记得这位上帝。咱常常互咱这世间的名利、地位、金钱所捆绑，甚至最后来离开上帝。我想以色列百姓因整个历史的过程、历史的经验。通正做咱每一个人生命真重要的提醒，生命真重要一个照镜。咱若要久长伫上帝祝福内面，咱就唔通亲像以色列百姓同款，伫领受上帝祝福了后，再来离开上帝。咱若愿意常常来抓着上帝，咱就要常常伫上帝祝福内面。伫接下来第3段，也就是第8节一直到第9节的内面。上帝伊用真严肃、真慎重的话来伊的百姓来讲，伊的疼，伊对以色列百姓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疼。虽然无久的将来，以色列百姓爱为着因的背逆来受处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上帝伫这2节的经文内底真清楚来讲，不管伊的百姓伫什么款的情境内面，上帝拢无弃杀因。上帝袂亲像毁灭阿玛也是西偏这2个城市同款来毁灭以色列。才有讲到2个城市，咱可能无介真实。阿玛甲西偏这2个城市，咱若看创世纪内底记载，伊是含索德玛、含俄摩拉创做伙。咱知影索德玛、俄摩拉是啥物款的城？是罪恶的城，互上帝所毁灭的城。上帝讲，我虽然处罚以色列，因为恁犯罪离开我处罚恁，但是我的处罚不是永远的毁灭，不是迄款亲像毁灭索德玛、俄摩拉同款，迄款永远的毁灭。上帝对以色列、对伊的百姓的心意，永远是要疼因。我会记得伫顶礼拜一连城牧师伫第2场礼拜咧分享的时，伊有讲伊细汉的时做调皮啦做孽啦想甲互伊妈妈骂，妈妈处罚甚至有当时处罚的时，处罚了真严重的时伊就甲伊妈妈问一个问题，讲妈妈，我到底敢是你生？你哪安尼甲我拍啊遮严重？我想上帝伫这个时阵爱以色列百姓讲这款伊的恩典、伊的疼是永远袂变的疼，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以色列百姓受处罚的时，检查因也有这款想法，讲阮的上帝到底敢是永远放弃阮啊？是毋是阮的上帝已经无爱阮？阮的上帝已经无要搁顾阮？但是上帝通过这2节的经文甲因讲，
虽然恁因为恁的犯罪受处罚，总是我对恁犹原是疼。伫第9节的经文内底，安尼讲，因为我是上帝，毋是世间人，是伫恁中间的圣的，我无要伫受气中临到恁。上帝安尼讲，是要互以色列百姓有一款的盼望。虽然伫困难、伫苦境内面，总是犹原有盼望，互因知影上帝和一般的人无同款。上帝袂亲像人伫受气、伫发性地内面来失去控制。我想咱大概拢加减有即款的经验。当咱真受气的时，咱讲的话和咱做的行为，有当时毋是咱真正想要做的。咱像咱有即款的经验，当咱足受气的时，咱讲出来的话，啊种做出来的行为，检采拢是一款的伤害，失去控制的伤害。也有人咧统计，伫即个刑事的案件内面，比如讲杀人啦，是讲伤害的即款的案件内面，真正是有计划才去犯罪，大概2成到3成，拢预谋犯罪吼。你做多侪计划，计划了做详细了才去做这件代志，大概2成到3成。其他的7成到8成，其实拢是安怎？伫做受气的时，情绪失去控制吼，失去控制的时所做出来这代志。我想这就是咱人的限制，人的软弱，人真容易受到咱的情绪来控制，咱无法度真好来控制咱的情绪。总是上帝伫这经文伊真清楚讲，我毋是人，我是至圣的上帝，我袂亲像人共款伫受气内面来失去控制。上帝虽然对以色列百姓的犯罪感觉受气，总是上帝互因的处罚是因应该得的，袂超过因应该受的处罚。上帝袂因为对因受气，所以就永远弃杀因。这是上帝这段经文内底在表达的。我想会记得上帝对咱的疼是永远袂变的。这对咱每一位软弱、常常的犯罪的人来讲，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咱会记得，毋管咱伫什么款的境况内面，毋管咱伫什么款的境遇内面，只要咱愿意诚心悔改，向上帝来认罪，转来到上帝面前，那咧上帝犹原要用伊不变的疼来接纳咱，犹原要互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上帝当然会因为咱的犯罪来处罚咱，总是这个处罚，毋是上帝最后的目的。上帝是要通过这个管教，互咱会当转来到伊的面前，重新领受伊的祝福。伫先知书以西结书33章11节，有一个真重要的经文。以西结书33章的第11节，上帝安尼讲：我无愿意看见罪人来死，甘愿看见因悔改来活。以色列啊，恁着悔改，离开邪恶的行为。恁怎样要来处死？上帝真清楚来讲，伊对人也是对以色列心意拢同款，伊毋是仰望犯罪的人受毁灭、受刑罚，伊是仰望通过这刑罚，或这人会当悔改，搁一摆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要搁一摆赏赐因性命，搁要一摆来祝福伫因。我想这嘛是上帝对咱每一位基督徒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毋通袂记得，上帝对咱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疼。就算讲咱伫困难内面，咱伫困境内面，上帝的疼永远是无改变的疼。最后，咱要来看第4段的经文，伫第10节到11节。这是上帝互以色列百姓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上帝甲因讲：恁虽然无偌久了后，国家的灭亡会受掠到其他的国家去，总是当时间到。当时机到的时，上帝要亲自将这流落伫各所在、各国的这百姓，搁一摆互因聚集起来，来到上帝面前，互因会当转来到因的故乡。以色列百姓要伫上帝引带下面，那像搁一摆经历迄个出埃及同款。因早前捌离开做奴隶埃及，来到自由的迦南地。因为犯罪离开上帝，互上帝处罚，佮受掠到亚述帝国去，佮失去自由。所以上帝甲因讲，有一日，当这时间到的时，我要引带恁，佮转来到恁受祝福的这个所在。
伫今日的经文第10节内面经文安尼写，耶和华要亲像狮在吼叫这吼是吼叫狮在叫。用安尼的经文咧描写上帝伊的气力，上帝伊的话，伊的命令是真有气力，一个发出来就有真大的影响力。我想咱毋知影敢有真正听过狮在叫的声，敢有？咱若有去动物园，可能或者有机会听到我真是昨晚牧师娘和阮细汉囝去木栅动物园就听到遐狮在咧叫狮在叫的声足低沉总是足有震撼力所以咱咧描写讲上帝的话是真有气力，真有影响力。上帝的话一发出，特别引带伊的百姓，搁一摆组织伫因的故乡，搁一摆人得到上帝的引带，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最后会将伊的百姓搁一摆组织起来，互因得到搁一摆真正的自由。综合来讲，咱大家拄则所看4段的经文，互咱通知，咱的性命若要毋通失去上帝的祝福，若呢有几件代志，咱得真注意真来常常照安尼来行。第一项，咱就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回想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祝福，上帝伫咱生命内底互咱的恩典这是咱在咧看的第一段的经文内面，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现在用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安尼咱就会当避免咱离开上帝。第二，咱就要常常抓牢上帝的话，伫上帝的话，伫上帝诫命内底来行，照上帝的话来行，无偏离，安尼就会当互咱的生命无抵到离开上帝的祝福。第三，咱嘛要常常会记得上帝对咱的疼，上帝对咱的慈爱是永远袂改变的。咱人拢检采会犯错，拢检采有失误的时，总是咱得用悔改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上帝要用伊袂改变的疼，搁一摆来接纳咱。我想今日这段经文，互咱这几项真重要的提醒，伫咱信仰的路程顶面，咱常常会向安尼来反省，安尼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我想要成做咱真重要的帮助。有人咧读这段经文，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讲，会当真这段经文，互咱真会去联想到咱真识的另外一段经文，伫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15章有啥物咱真识的经文？浪子回头的这个譬喻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今日的经文和浪子回头迄段迄个譬喻的经文，拢咧讲上帝的疼是袂改变的疼。上帝对犯错、对错误有犯错误伊的囝儿，迄款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接纳。我想这款的经文，互咱真重要一个提醒，互咱真重要一个帮助。今日已经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伫这个大港节的节期内面，读这款上帝的疼，上帝疼咱，上帝的疼永远袂改变。这款的经文，通讲是有真特别的感受，因为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囝主耶稣来到咱中间，成做人，成做咱的拯救，成做咱的帮助。这就是上帝疼咱是上界明显的表达。上帝疼咱，疼到愿意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伫咱中间来担当咱的罪。愿咱伫这个大港节期内面，咱常常来思考，上帝对咱的疼是怎样的这款不变的疼，也常常来思考。上帝既然互咱这款的疼，那呢，咱要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咱的上帝？我想通过安尼的反省，通过安尼的思考，来当将咱的生命、将咱的心准备好，通来迎接救主耶稣搁一摆降生伫咱的生命内底。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用你的话来鼓励阮，来提醒阮。阮特别感谢你，通过今日的经文，你甲阮提醒，你对阮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疼。伫你的疼内面，虽然有对阮的约束、对阮的管教，总是这是为着要互阮更较大的祝福，要互阮有得到真正的自由。阮要恳求你，常常帮助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生命内底，阮所行、所做、所讲、所想，拢会当成做你所欢喜，也常时互阮的生命
成做你所祝福，也通来祝福做人。主愿从每一位兄弟姊妹头前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拢交在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佮祝福。我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